因来台南市政府研考会主委王志成涉嫌不当使用特支费甲公务车公器使用，昨昏检方是约谈因翁仔某。经过透明讯问，尾也是以50万块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台南市政府表示会全力配合调查。办公室的窗帘布扭起来，对棚内面会当看到内面有人伫咧行电动。台南市研究会主委王志成面色正沉重，要搁甲水暗挂起来。即款入去台南市研究会主委办公室的是调查局南区所在的人，二日由地检署指挥所查台南市政府。是什么业务吗？我都不知道啊。那就让他检举乱检举，是不是？我都不知道。第二，敢若是甲研究会主委的特别费公务车使用有关系，检调接到检举，公务执行敢若是不当使用特别费，也涉嫌用公务车接送亲人，再去分别搜查伊的主委办公室甲徛家，也甲王志成甲其他的证人带登去南基做讯问。我们秉持依法行政的原则，那我们会全力的配合检调单位来厘清案情，希望能勿枉勿纵。大概第一个特殊费，第二个我们听到是交通车适用，这全国上流行的项目，按检察院开始了，各县市拢有这个代志，唔是甲单市。检方透明侦讯王志成翁仔某，认定涉嫌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重大，验过无性爱必要。今仔日透查分别50万甲5万交保，并且限制出海出境。公司新闻综合报道。